我是阿叶嘞，我是料理先生，我好煮菜，也好交朋友。料理唔但将做得本人吃饱，也做得来群人老人之间的距离。我用料理老大家分享我的想法、我的感动，还有我的愛。我是小虎，從這道菜，我請來食好食的東西。故說我對料理和煮食都有興趣。我可以見日式烤肉店，大擺我看到日式都好食的東西，表現出滿足的表情和快樂的笑容，這就是我真歡喜的事情。歡喜分享是一個有關愛和分享的分享。我哋今天帶定歡喜分享出發，去拜訪台灣辛苦付出的勞工朋友。假使有看到我哋，歡迎分享人嘅食材，希望大家做得讓我哋共下來歡喜盼作哦。歡喜出發哩，祝福大家都是。好朋友夾夾來，愛唱一首紅牌，大家共下來大調戲。到台灣有1100人萬啥嘅基層勞工，有一啲勞工朋友認真散漫嘅付出，唔驚風吹日曬，表出台灣安定嘅力量。我哋今天出發，去尋一啲辛苦嘅勞工朋友，認識各行業嘅工作內容，還個用我哋嘅松鼠做一餐溫暖嘅料理，來為散漫做事嘅勞工朋友加油！種茶係客家人嘅傳統產業之一。有一群到太陽頭下做事嘅客家媽媽唔驚辛苦，每因為佢哋嘅堅韌、樂觀嘅態度，換來一杯又一杯嘅好茶。今晡日，我哋就來到東方美人茶嘅故鄉，來拜訪一道當地人寫嘅客家雜茶細妹喲。哇！人家規搭嘅全部就茶葉咧，望奶就黑嘅。你要約好冇？按到單嚟種黑呢？係啊，要來按過茶葉喎。見過人人看到啲要摘過茶喎？冇，當然冇啊。要唱歌摘茶散歌喎？我上次會表姐。啊？上次會表姐。嚟唔先唱啊？唱品唱嘅話係兩三皮啊。摘茶，愛摘，幾兩三皮呐。哎呦，你又裝下魚唔掂味，好似會表啲嚟前面掉嘛。佢如果萬人衝都按難他。嗰邊條細妹冇人嚟出門看得好啦。誒好啊，可能係多幾片啦，萬人看啦。來。嗨，我是美如姐，很好。你好，欢迎你。你好。你看按太做就按到嘅摘茶細妹，摘茶細妹都要摘茶嗬。按到東方美人都要摘茶哦。呀，茶葉係乜嘅茶葉啊？要係長青太香，長青太香。哦，呢件做出嚟茶係乜嘅茶？做出來係做東方美人茶，係你客家人嘅茶。哦，東方美人茶，一樣係就基本上做得嚟讓天然摘茶嘛。做得非常歡迎。好啊，一樣就嚟摘。然後我看呢條案太哦，你看大家全部有戴帽嘅繡球，鏡拍來曬上，我帶你嚟去做裝備。哦，做乜嘅就唱乜嘅，好冇？你按樣就唔做摘茶細妹啊，我唱其他按樣。哇！哦，按樣就專業嘅，按樣做起來就唱當佢摘茶嘅。一樣，好。希望大家。一樣就嚟，你等下作散。作散嗬。好。哦，嚟中一。放一半。我可能同意。好，你要撻一下。我睇下。
后摆对茶山，然后摘茶嘅那样嘅印象，就是创山歌嘅那样嘅形式，去那样有那样嘅画面，哦，然后就会讲哦，有对面有谁来，然后对前一片有谁来，然后因摘茶因唱歌嘅。哎呀，当上迄刘五嘅呢？係啊，劉下講我做下講嘅啊。唔係，你啊，你嘅淚光，係，你摘嘅葉嘅吼，對，佢做唔得得兩片，因為你茶樹吼，同接菌嘅，愛擺好杯，擺得好懂冇咩啊？哦，然後你啊先呢愛傳過後杯，我而家就按要，你啊，好，看下來去體驗咯，哦，你，按要咁樣嘅嗬。有樣做得啊哈，加油！好咧，你。呀哈，全部做好誒，然後我嚟摘茶，都係怎樣誒？其實全部就按樣，全部就壓嘅，看也看唔出來。係你來滿版，你嘅葉片，當會摘茶嘅阿姊，哦，你看樣，唔是看就做得摘啊？哎呀，摘乜嘅啦？摘啊，兩線一線兩葉，一心兩葉，就按樣嘅。一冇按床哦，冇按床，一摘啊要係一下，一下短短嘅，放冇按床。哎呀，做嘅茶因為講，一心兩葉。將要種嘅長長嘅磨嘅，磨啲嗱，伊個黃黃嘅，較磨是摘兩葉，就是很嫩豆嘅。個磨長長嘅是磨嘅啦，糯糯嘅。而且伊個較有冇唔看啊？嗬，伊個將要按太葉去磨嘅，哦，你將係將要按長長嘅磨嘅。摘一時一樣，反正就是很嫩的就炒嘅啦，很黃嘅，很嫩的，很黃嘅，炒。但係人家抽現，哇，當時髦嘅，你懂量啊？哇，給炸誒，有冇？還做隻帶帶，也還有開天窗誒，有看到開天窗啊？哎呦，較亮哦。係啊，通風嘅啦，但個個有通風啦，咁滿意啦。啊，最近也有誰誒？77。摘茶摘多年嘞？還沒摘，9年了。哦，喂，這嘛全部就會有一帶護腰呢。啊，也會唔係，因為白呀嘛嗬，雷公啊，會蟲啊，以為老人家用愛護腰嗬，較保護自家野味啦，保護自家野味嘛，較唔會損害到啦。呀，按樣平常迄一年差不多那樣是要摘？春夏秋冬嘛。幾種茶？係啊，春茶、夏茶、秋茶、冬茶，四季啦。哦，不錯，做些時間沒算一場嘛哈。係啊，茶葉冇摘啊，3月都落了嚟哦。是落嚟哦，喺凍腳落哦。哦，古時記得就係不管係北風落水太熱頭，就天出去做些。哦，古時一段時間就炒。炒。嗯，好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哈，我幫你擦這裡哈。好。你要擦也給它切那個啦，給它那個散熱啊。好，真然當艱苦，因為當熱啦，然後又保凍嘅，然後看記得全部一到全部真然係阿婆嘅，摘茶阿婆，唔係摘茶成愛嘅，全部熱氣動態。不過記得用嘅有辦法做得按當嘅。調按用按熱的環境，然後按用當熱按用摘，要摘半年。哦，唔得去到誒。哦，爭到唔得，幾米爭去叫誒？5點半都出嘛，都有啊。幾米5點半？草邊冇水。每天都是5點半，當白就5點半都有。草邊冇水冇水冇。誒，做乜運到碰碰茶？當冇摘，一摘樹係裝袋，冇乜碟嘅。哦。手不能兩邊都摘一堆的哦，一株連摘一堆的，聽到。啊。一萬公斤。啊，咁咪當貴啊？哎呦，它冇蟲誒，裝擺當做那個嘅呀。係啊。那做啊，當桶啊。係啊，哎呦，我聽講那個。沒聽到桶誒呢。係啊。跟呢條按大啦，你看而家係掛起炸啊，冇掛炸喲。你多樣？你多，你多一兩株啊，多啊。有效係。有啊，草根嘅咩有人嚟種樹啊，要插藥啊，櫻桃根啊，櫻桃根百花油什麼都拿來插啦。我聽見啦。綠油精啊，拿來插啦。啊。對啦。
剃白之后，还是给小鲜肉。不过讲是动力很呢，要他阿婆吼，差不多没有6、7、10岁呢。你看今日去一条安来吼，今日都係緊張模式是。你看椰子，當執到下天，乜個椰多吧，不好啦。有的时候煮噎到了，他们保济丸都会拿过来。保济丸有效，有，保济丸没吃肚子痛啊。马个没有，马个出事没有。没有，厨房爸爸就拿出来。哦，那个茶量的、茶色的、那个东西全部拿出来。真紧吼，你们看一把钥匙啊，都是药啦。讲到肚子痛，然后某偏手呢。冇偏手啊！嗯，没说自己去找地方啊，担当自己去找。我要去哪啦？冇門呢？哪有門呢咯？因西咱人哦是講，較防偏啦，就白頭白角做這個。我其實從阿婆啊，水又唔敢出貼到，對佢來講吼，真係一種辛苦。你按給我等一下要踩到那邊去了，你要怎麼辦？我不知道，東踩一個，西踩一個，東扎西扎的，我等一下要重新扎了。那里踩幾條，剩下幾條那裡已經散了。那個前面踢白了，那按多就沒有踩乾的，沒有踩乾淨。那你看多。這個是一大堆，這個是一大堆。我剛剛我也走出來嘛。很奇怪啊。也當出來啊。做也是木色的洞河，全部要用強啊，你就會摘個兩皮的嫩葉落個一心，哎用天天看到個木竹就會哎用發，故所記得木色的洞河，一當有經驗。太子，我要來咧，要搞好啦。哦，很熱咯。真係加強哈，真係講款啊，你哎用就係食飽來嘅。就是啦，就是是4點就放床嘛，是出門就吃啦，是嘞8點鐘只有點時嘛，8點鐘什麼點時？最菜包，水飯呢，麵包，我來我去啦。哦，個當豬咧，當豬什麼？當豬帶偏痛啊，這個偏痛嘅按一天會出手呢？唔會啦，啲木肚唔會啦。哦，變到冇肚。係啊，你也醫院的啦。查工廠嘅。哦，就做得起幾片身。啊，當初有黑菌嘛？有哦，冇黑菌都唔掉。哦，1點鐘，然後個繼續炸。哎呀，咁樣用平常時用做菜會打最久嘛？我也係冇講法。不講法，啊，要燙過的嘛？燙過較少啦。較少喎。佢就與事實不符啊！佢唔免捱到嘅。那你打擂台，大把就有哎有沒有？帶帶那樣雷公，然後你馬帶帶嚟，然後就唱歌誒。炒個頭擺是冇唔炒個見，見你較無地創嘅啦。嚇，創到難嘅啦，捱啲嘅啦，偏見拿到嘅啦，就唔是創嘅呵。你摘茶嗬，真係要客家傳統嘅山歌，錯嘛？摘茶歌摘茶先冇好嘅啦。連馬塔花見，行到山岩行，滿山嘅茶頭樹啊，紅紅青分明，有殘淚共見，樹秋色變形，茶頭唱阿哥聲啊，茶葉嘛係梅心，摘茶愛摘嘅兩片嫩葉夾一心，阿哥都見我好提起。我想喺手機度摘茶阿婆嚟唱山歌，唱摘茶歌，結果我一開嘴。看哪喲，又冇人唱咯，好捱，硬着頭皮呀，大家就定係唔愛唱歌誒，結果我唱到青苔上，咩唔係唱嘅，都要唱唔得，係唱唔得剪出來啊！好啦，去啊，你天天嚟摘下。你做比較好咧。東方美人總得有農藥啊，你愛抓蟲嘅鹽豆嘛？係。幾萬個蟲啊！我一擺停一住嚟拍照嘛嗬，做
要做下午茶比较深，平常吃做嘛个下午茶比较深。爱唱一声红牌，太家中他的大条西。小虎，喂，没有点样哎，来来天数，这里茶叶，这里茶叶，我做嘛？帮错哦，帮错哎，哎，叫来。好啦，去啊，去啊，去。你天天的你长啊。做啊，你做比较好嘞。那你帮唔凊彩帮的吼？啊，你去帮做较好。我看個阿姨啊，講話啊，實興，我看佢嘅笑容喺啲哦，嘅心理啊，絕對唔係你想嘅啦。表姐啊，嗰有茶葉下做嘛個事？係啊，你要來幫錯啊，幫錯誒，幫錯，用樹幫，咩一全部都是幫，全部要用樹幫。又嫩呢。還有愛樹出來幫，嘿，從頭下旁，表姐啊，係除咗幫錯誒茶葉係乜個事我做嘅嘛？維護嘅工作。係啊，佢愛標配啊，愛噴水，噴水，噴水用人工開哦。唔係掠下牛礦島該噴頭啊，係愛冇水嘅時節就愛噴。嗰日做完當中有冇寫藥嘅喏？東方美人做唔得有農藥啊，你愛掠蟲嘅鹽豆嘛，係。幾萬個蟲誒？小綠葉茶，伊鹽過嘅茶吼，要像安樣細細米，唔會太轉黃、轉黃安樣。咁颱風嚟㗎，我衰唔聽喎。颱風來係啊，唔會茶，你留時間曬泡。曬泡哦。掠下嘅水吼，唔來，一來就當急當態。啊哈。係，冇做好水土保持做唔得。哦。係，你看你放一下，規身全部黏黏臭吼。係啊。哦。辛苦哦，辛苦，做茶冇咁簡單。個錯嘅吼，唔係講上個腦杯，上個啲茶樹嘅總結呐，就當唔冇幫，佢聽啲茶樹嘅養分全部只嗆嗆啊。你看古說，個茶樹生唔太以後，個茶米我摘個多嘛，你有冇吃過茶米當歸嘛？我要聽業績的潘照嘛吼，要做下午茶比較深，平常吃做嘛個下午茶比較深。下午茶吼。就咩做飯的啊？大飯的哦，唔過按醃呢，菜包啊，吼。菜包啊。哦，等你們夾掉，們雜菜阿姐就可以上什麼來？我想吃仙草冰、綠豆湯、米奇莫、阿姨冰、水果冰。哦，一隻，嘿，哦，錯幫我了。哦，叫做嚟聽書摘啊，誒，按嘢叫個煮煮啊，打邊都是這樣啊。係啊，哦，你好。我誒，今年我去製茶廠哦，樣誒，我去製茶廠啊，你市場啊，好啊，好，你記得我嘅東西哦。好，我會煮嘅東西啊，我記得啊。好，咁樣，各位太子，下晝晚上煮點心本得身哈，等等吃了哈，等等吃。當做冇食聽飽哦。本來想去煮澎湃味得身。我想到記得全部就想的是涼水啊，不過講正經的，記得幾樣事人來講，記得想的是涼水的時間。我嘅心肝地度，沒想的是涼水，因為那個時間正經當年做到的那樣的甜的糖水、冰水那樣，唱記得是點心。很强啊！漂亮的女孩子。哦，茶园之花。帶男來。茶园之花，茶园之花。等下，等佢，一晒晒啦。哎呦，洋要做一些煮水凍煮啊。係啊，羨慕太哦，高。茶园之花。帶男來。我出啲蟲係睇下。辣角嘅啦，辣角嘅。我看你啦。好，來。
下下来，快点。妹妹 ，Hello， 妹妹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有一个冰箱啊，放在那里。我们是客家电视台，要去煮饭给那个采茶的阿婆吃。如果你们家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菜啊，你就可以叫妈妈放到那个冰箱里去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不见不散了哦。OK， 拜拜。阿爸，我今晡日嘅市场嗰片啊，又变伊个变相，唔系又乜解不卡生唔推嘅菜，唔就来变到嗰片去，哦，本来就煮菜，本给杂茶婆食，哈，哈，安子安子安子。英英菜嘛，你好，我们客家电视台，如果有菜，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话，就放到里头去。安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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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一下就搞完冰箱，我要叫你芹菜嘞。哦，这脚套呢哈，对的，做什么用？搭正，搭正，你唔会干呢？这么老样啊？你台啊哈，有奶，当然皮茶洗的油啊，不太多茶。哦，两难度。不是危险体的，哦，必成体了。茶么它败在，但是嘛垃圾掉到那个茶空气了。哦，对啦。呀哈，做咩种盆啦？晒茶晒像眼皮嘛，很均匀啦。讲啊平均咧，讲平均啦，圆凸啊。茶啊，做个茶因为好食啦。用盆咩做唔得咯，但一條曬唔到嘛茶哈，用唔冇，茶黑唔落。哦，所以話曬茶呢，曬到軟啦，多茶啊，會好食啦。啊，等哪都曬冇快曬，冇天咧，寬一條，一條太把嘢曬到3點鐘，但是我有5秒後夾，一跟5秒夾電油啊，紫外線唔會直接照射你啊。試開嚟啊！燒得見準啦，見準啦。對啦，見準啦，有冇準啦？哇！我當時講件4件的茶葉，當做做1件的茶米。哦，佢可以給拿轉來吼，要搶時間，因為講做隔夜啊，聽佢這樣講，因為聽你就轉過來，佢整件吼當辛苦啊。你就這款做茶？19歲，19歲做了啊，也講幾把萬嘅。頭水以上3碗麵啦。哦，你如果得獎誒，以前我得獎。哦，一定得當然 GB 嘅。當 GB 嘅。做茶係一種最辛苦嘅行業啊！你講嘅啊嚇，冇春日頭唔做茶，冇日頭唔曬茶啦，冇半夜唔炒茶。我做甜講冇好料冇水冇。冇料。好，要不要看有準嘛？姐姐。你天嚟慢慢咧。愛唱一首紅牌，太家中他的大條戲。300的吃虫，就按用听听呢。对啊，就按用啊，最简单的。这样用，你可能有乜嘅東西。因為嗰隻市場唔會動態，然後就細細嘅啊，我啲東西根本也沒遐簡單，哦，然後到一個地方就有辦法全部就清未到，就遐雜啦。買乜嘅東西？我看吼，我愛的東西就會多鴉片，應該就辣。你請調羹用，調羹用。
好。啊，原本伊爱煮菜盘个茶盐杂茶个阿婆色。哦。上爱来青豆个是凉的，点心的东西。有咸菜，咸菜。哦，做得咯。有米奇末，米奇末，有乜个生来做得哪样做的嘛？白色的。哦。我全部来打开了。哦，好。哦，来，原本伊咧水果冻酱哦，看下，奇异果哈，是嘞，对身体当好。是。哦，买到个水果啦，好不好？好。哈，我拿推一半，强迫中奖有冇？一3人吃上会买4粒无？哦，那5粒好诶，五福临门啊呀！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有冇？大顺。老几做生意，好有成功哦。好，来啦！拿进去了。哎，来买菜包啦，阿妈。头干羊一扎几多钱？头干羊一扎几多钱？一扎几多钱？25个元。哎，一盒小小2两个啦。对吧？你买这个。西藏。不要买。你要买这个哈？哎，拍个呀，拍个西藏，我让请他小的哦，然后包的料的还太大的哦，西藏。哦，好嘞。哦，什么啊哈？张来搞干啊哈！一客家嘅米奇冇咩当好食，有咩爱愛嘅？拿掉。哦，嚟見冇嘢嚟啊！生意當好呢，家來買菜哦，來一邊買菜哦。哦，要买乱啊？乜嘢？買亂啊？买一箱。哦，一箱呀，亂啲呢？來，小虎，你要试看看那个。多少錢？今日頭間有買啲全牙愛嘅東西了哈。哦。野熊肉，呀，熊脯肉，咩係小虎豬本愛嘅，鼓手，愛留件拿到，冇叫乜錢哦。我先一個對面群米，然後站過來拿，啊。是那個，加茶葉洗好以後，沙定有做啊？茶迄冇要洗好以後，那塑料嚟呢邊靜置。也係草皮下酒榨嘅茶。我要草本葉嘅茶。對，也哈水分啊爆，所以講烘佢也拉。迄講哈炸死一條小魚成熬到凍鹽出嚟，咁冇水分。但是做甜講，所以講也要用板機。哈，你係講樣咯？好啊。我做甜講冇好料冇生活啊。冇料。啊，按辛苦哦，用咩啊？這做茶哈。用個窿啊？兄弟啊，弄茶用乜嘢啊？來冇機茶。謝謝你。愛行強咯。個茶因為冇收到茶都冇收上。對，按做得茶冇收上。冇嚟冇幾年，冇久落去啊。一家別走雜，要逛去啊，一家逛啊，我丟咗啲空氣，我攞東去。哦，東去東喺以後啊，咁泡茶呢？一泡煮一泡啊，它那一泡啊，米濃啊，味道濃啊，茶葉哈可以泡，做隻泡。廣方水分會流到入空氣哦。底下鬆，打上會軟。是按是做的。我要變凍香啊，要茶米啊。讓一叫嘅茶行住一樣啊，所以講一茶要見到。哦。這茶啊，滋味才留得住。紫米留喺了去啊，茶是耐心耐泡啊。做茶真係好悶嘅哦。冇看見你冷茶咁簡單哦，叫像太極哦，佢做唔出嚟呢，佢你都出嚟嘟好。冇看見冷鬼神嘅汗呢。頭間呀，我也客家電視台，今日可以煮菜盤嘅雜茶阿婆食，我想要煮撈飯嘅東西。想要煮撈飯嘅東西，係嘛？我可能我要乜解嗬？係啊。我椰糯米，葱糯米，個一係鳳腳，鳳腳，然後係啊，想要煮鳳腳嘅甜糯米飯啊。
呀，牛肉乾，哦，個我就我壓掉東西。那煮得了嘛？咱做西用碗的做得無？做得，做得係嘛？跟牛媽西好做。係冇馬西要做。有好嘅快睇咧。大概點樣做馬西？咁樣好嘅，咱稱米好嘛？哈，哦，稱一斤一斤嘅，咱拍好些啦，哎呀，好嘛？好。呀，一斤差唔多啊，看啊，哎樣差唔多一斤嘛。差不多。好，好，咱來稱看啊。我工作还有小帮手，斤一兩，跟拿單位出來嘛？是吧？唔是啊，哎呦，唔嘅，鴉片的應用做生意全部按太房的啦。好，要不要看有準嘛？都要3萬的，要細絲蟲。就大家就當像一首詩啊，大家就像朋友一樣的，以後做事，好，這樣啊也帶走了，好，怎樣？什麼？好，哪裡煮菜嘞？煮菜本給雜茶好食，好，阿子先上來了。因為我聽到歡喜分享，我來3萬分享，我有看呢個節目，想我來分享啊，這個種的菜。鮭魚很營養，油脂很多。這個嗎？對，這個100塊，好，我幫你裝。啊？你要選這個？來，好，這給你裝。夾子是嗎？哦。100塊大概幾尾啊？100塊啊。這沒有幾條，沒有幾尾啊？對，6條在這。還要16，再加一條，好，大條的，好，108塊算100塊，328了哈，好，哎呦，抽了哈，這位小姐的多少錢？320，好來，等一下找錢。那3年啊？全部金庫呢啊！哦，老闆娘，你這個金庫爆了就走了，用了幾年？那個幾10年了嘛，那個不會壞呀。幾10年了呀？那我走了，再見。我冰塊也不要了。那沒多少。對呀。做這個要不本不薄。你哋全部捧來。係啦。我等下我看看落在嚟養嘛。我直接講啊，一種哦。對啊，好，不要數，不要數。也挺難辦法嘞。哦，小哥，飲米茶哈，當難點呢。哦。那從摘茶開始，對，篩茶，對，室內靜置，對，咁啊弄風，咁我要炒茶，炒茶要被乾燥，對，一下吃得懂嘛？一下是剛安尼做的茶，還有一下試看嘞啊，安尼做茶看後續冇？哦，原來是這樣你泡完啊？要需要光紋嘞。哦，所以還要光紋啊？要光好差唔多80度左右誒，到90度之間，泡啲茶嘛好食。哦，真嘅啊？對。你沒像一般嘅茶米啊，你不用茶壺泡太浮啊？該沒有做唔到，你睇哈，那種茶哈，再心量一下，當較嫩，所以說做唔到過分去沖，所以用80-90度，100度沖係一個上多茶。所以甜甜的哦。飯後果汁對的啦。嗯哼，但佢泡一個，通常一般的茶米泡差唔多泡1分鐘嘅嘛。對。壓下薑嗎？看茶量。看茶量。對。要鮮濃，要夾，數量比較啲咧，多下夾啲咧，個茶啊上有感。唔過啊，茶較順啊。茶較順。係。哦，啲茶色當漿咧吼。係哦，金黃色的哦。哦，真嘅咧，佢花香味啊！我講你食金桔嘛，也是按照
后田做的茶是安尼用的啦。难怪英国的我讲嘅茶当好食，我配只暗好糖嘅名嘅东方美人茶。你呀一些，铁板都目的都做出来。知道但係鐵擺對人好哈，那今年人澎湃咯。這樣看，當老嘢嚟夾嘅菜。愛唱一聲澎湃，太個澎湃大條西。暗水茶，一般嘅節其他嚟都是從前菜，嚟直播。好，安啦，係啊，好。你拿手機哦。小虎哥，你就請來咗嘛？喂，馬思琪。一姐哦。係。我直播，我看到哈。你也還有時間好直播，播嘛個東西啦。唔得，快啲出嚟，快啲出嚟，好。我拜。我都要前菜見到嘅直播，見咩佢做死嘅？可能佢直播嘛東西。嗨，今日我來到新竹嘅鵝兒鄉啦。對啦，徐太哥佢專門做東方美人茶嘅。也這麼直播嘞，也其實也直播係針對業績哈，也都是從收集食材剛來的，你啊摘茶摘慣，為下煮嘅哈，也有我哋試下東方美人茶嘅。咁唔看一下茶色。哎，嘛，你看到多些嘛？幾望？披起來吼，係花香甜，紅糖嘅味道，披起來。我都要買菜。幾多個片食茶？寒酸寒甘啦，你知，一東方美人茶，真係唔係碰嘅，講好食。唔怕啦，你較辛苦地位學我聽，都是靠兩邊哈，加個油哈，辛苦啦。食材當電影鬧嘅，做唔得，我呀家家老菜前好，家家你前邊開始煮菜。我前後食茶，結果我冇食到茶。有乜個司機啊？這個，茶也是的，誰也做嘅哦。我也負責專業拍照嘅啦。哦，門店係啊，我送一隻電論。哎呦，萬貨！你要真心綠茶粉，叫抹茶粉。抹茶粉啊？對。有好哦，好，以後用到哦。我冇想到過嗬，我哋期待過以後做茶的以後啊，我再去聽一集拍照嘅時候，基本上係綠茶粉，講到有綠茶粉嗬，我這個一時想唔到我做乜料理，唔過嗬，我知道唔怕。教本一節聽未？幸福也有當幸福嘅感覺。剛下到地獄，也來到天堂，有冇？哦，咁嘢發發誒。韓國人你也一些，鐵板都目的都做出來。知道但係鐵板對人好哈。因為你個下去茶園咩哈，一下就會記得做茶嘅地方。個還有當有歷史嘅一樣嘅機器都很怪。不是你都要做一種當有米西嘅一樣嘅地景料理。當像阿公傳下來嘅機器呢？係啊，我原本人呢就負責家下一道阿姊點菜嘅部分啊，做點心小虎呢唔負責乜嘅。那幾邊有人澎湃呢？係人看當老嘢嚟夾嘅菜，就係。平常數到乜嘅，你就做乜嘅，哎呀好啊，上好嘅啦哈，好，幫我聽通，上好嘅，跟我一樣嘅一片先做好嘅，哈，因為是點心咧，記得一樣下班下來，摘茶摘菜，你就想講做一個甜嘅糯飯，嗰種嚟家下到市場上又去潛入糯米，有糯米，有糯米，然後又還有準備有鳳腳，鳳腳，跟有米酒本都好嘅，這是我的榮幸，中啦。一寸哈，
完全唔是用水，要慢慢的佢就會變粉色的哦。來先攪攪啊。呀，阿用就直接表演去。人家摘菜當摘個睇就全酒料理啊。冇啦，因為按樣吼，翻整一來會較 Q 較好食。用酒啊？係啊。哦，佢明明就對你頭下摘茶摘幾日咧。好，咁我就攀竹標上，我一想就想到我講我煮涼菜。咁萬你要是個乜個鳳橋糯米飯啊？唔過佢啲啊陣陣啊就冇酒味。酒精做睇就變甜。係啊係啊。要出嚟，日本人講嘅，因為人朋友全部日本人啊，就空宅，就一宅，哎對，年三兄弟嘛，哦，有呢？哎，秋哥先通過，唔聽係刨皮切山藥，哎，切幼幼嘅，哦，拜拜了哈，佢生意到位哦，天天的哦。哦，要按用糖漿吼，糖漿新鮮用誒。呀，牛丼壽司嘛。來拿多嘅綠茶粉。來上來做一個綠茶果凍，要泡湯就做到佢做一批。做點心呢？一粒梯。哎。野外克難式的冰箱。哎呦！等到記得下班就好誒。哦，先不用等。來一邊，有碗來，我來發碗門太假來，來喲，適量的適量的，哎，唔到炸個茶，然後做個茶凍，哎，是看哪是看哪，來做的，因為就是吃下午茶嘛吼，啊，要到阿姊裡頭啊，全部就是想的是涼的東西，你是涼的就糖水落落啊，天天當種挺簡單的，然後就想講變化的話，然後用幾條這個茶葉，然後拿出來，做出來茶。嗰個綠茶粉嚟做嘅果凍。可以按我先咯。啊，有涼冇？有。啊，有冇涼當冷？當冷。哦，食到會冷嘅啊。哦，是看啦，是看啦。有冇講？也係小湖州嘅意思誒。意思。哎。我有啊，我多啊，好吃哦。按住這個，按住。好吃啊！全部給你試試都沒有關係。真的很好吃。我去來哈，我吃飽啊。好吃。因為感冒。你十幾多碗嘞？應該好吃幾多碗嘞呀？這個正式了喲。你10碗了，味道很好。咁點樣哈？50台位哈。那哎，楊梅粥用海苔包燉身呢？哎呀，
呀，安尼么？安尼么？安尼卷，去落去么？不能叫落去。包起来吃。嘿啊，安尼啊，我还在没不用干哟。这个嘿安尼啊。安尼哦。嘿啊，啊就。看这个啦，你早一黑啊。这样。都有表情。对啊，用别人还来包。哎，包起来，哎。不是用下我，还要黑啦。用像我这样，你要像他那样子3角形的挑起来才不会做出来。跟一煮出来一煮啊，好，就像夹杀，很夹的是。一开始诶，因为天时冻炎咩，他开始夹得像我做，千摆头万摆头，很夹的是的好。哎呦，是的冇接呗，你一看啊嘛，地就拿凉水天叫流下来嘛。那叫開始摘茶，呢度寫開始摘茶。啊，什么在摘茶都有。什麼寫？幾五下呢度寫80人。 80人寫，大概要60-70年了呀。咁樣做唔會難哦。會難哦，我都話啊？我都話這樣啊。咁你叫佢退休？幾多？係啊，做得就做，做得就做，唔係退休係嘛？做到唔係做到冇辦法做。身體耐會就做，身體耐好就做。拖延咯，係啦，做你咩嚟拖延？一下。我們講做到那樣是退休，比如講做到冇辦法做啊，好，而家真然就係客家父母嘅健遠嘅個性。太子，你是都吃了呀？傳那個干唔干？用得是斬掉，哎，客家細妹嘅原型，就到亞到阿婆嘅身上真嘅有看到，看都有啲班長都11歲做到83歲嘅，你看呀，那有後生嘅細阿妹嘅很來摘茶，知道就。做嘛頭擺講摘茶細妹，哦一下就真人變到摘茶阿婆，全部就係年紀越大嘅，然後越底後真相，然後越底後地福。穿這樣的，暗自說，身旁嘅朋友。一天內，堅持夢想。